各位午安，歡迎大家出席由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幹事會同珠海學院學生關注社會組合辦嘅珠海論壇。我係今日嘅大會主持，新聞及傳播學系4年級學生張月琪。首先好多謝各位會抽空出席今次嘅活動，更加要多謝今日同我哋一齊討論嘅4位嘉賓，佢哋分別係喺我身旁嘅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小姐、城市電訊主席黃偉基先生、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先生，同埋獨立傳媒人方玉君小姐。我哋今日討論嘅題目係市民嘅期待，電視業嘅改革。免費牌照發牌由2009年9月政府正式接受申請，大家都好期待電視業會有一個新嘅轉變同改革，但係政府遲遲未有發牌。對於政府今次處理發牌嘅手法合唔合適呢？以及之後電視業會有啲咩嘅改革呢？我哋都好想同4位嘉賓一齊去討論一下嘅。咁我哋首先第一條問題想問下黃維基先生啦，對於其實而家香港發牌呢，我哋係冇一個標準話佢點樣發牌，又同埋政府係冇講明話我哋會有要發幾多個牌啊，之後要隔幾多年先發牌啊？你覺得會唔會其實造成濫發牌照呢？又或者之後要去再發牌嘅時候，你覺得城市電訊香港電視可以帶嚟電視一個咩新嘅改革同埋衝擊呢？哇！你一輪嘴問咗我好多問題。企高會唔會好啲啊？大家有啲 eye contact 好啲啊？阿梁偉文以前係咁教我嘅。係咪我太大聲咧？首先咧，我要做少啲更正先。政府個政策咧喺1998年嗰陣時定咗。咁如果大家上網可以揾得翻嘅，就係個政策係1998年定咗咧，就係基本上係全面開放，鼓勵競爭。最搞笑嘅咧係其實當時無線同亞視，尤其是無線咧都係白紙黑字寫咗係話贊成咧開放市場，係引入多啲競爭嘅。咁冇個牌照數量係冇限嘅，個準則咧亦都係有9項嘅準則嘅。如果大家上網亦都係揾到，咁包括咗個投資額啊，包括咗做嗰啲節目啊，咁佢基本上技術啦，咁佢都有9項嘅準則嘅。如果大家翻查阿蘇錦樑局長咧。蘇錦樑局長咧，嗰啲你成日喺立法會答啲議員嘅問題嗰陣時候咧，佢都會好似錄音機咁咧，重複嗰9次嗰9個條款嘅。另外咧就係發牌有冇時間表咧？嗱，理論上亦都係有嘅。如果大家一陣間又係即係好嘅，世界有上網咁，但係你可以上網抄翻而家通訊辦，即係政府通訊辦嗰個網頁咧，你會見到佢講如何發出呢個免費電視牌照咧。第4點咧就係講呢個免費同埋收費電視咧，就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出；其他牌照咧就係由呢一個通訊辦發出。第5點咧，我都好熟㗎啦，因為我識背㗎啦。第5點咧就係喺我哋交晒呢個資料之後咧 ，normally 咧係4個月，佢喺正常情況之下咧4個月就會發出牌照嘅。咁呢個當然啦，佢就係話你交晒所有文件之後，咁呢個喺網上邊咧亦都係有嘅。咁曾經有一次喺立法會裏面咧，就係應該係我唔知係莫乃光議員問過，咁當時阿蘇錦樑局長就話唔係，嗰4個月咧只係適用於某幾類牌照嘅啫。咁但係如果大家上網睇翻嗰啲文件咧，你會覺得我估大部分正常嘅人咧都應該唔會好似佢咁講咁睇嘅，應該因為第4點就講得清楚，嗰啲牌照係邊個發。第5點就係話4個月就要發㗎啦。咁嗰4個月要發咧係冇講到係邊個牌子嘅，係適用於所有牌照。咁所以即係如果我主持嗰個 reference 係兩都有。呢條問題咧就係曾經比較就話點解政府遲遲都唔作出回應咧？咁我諗唔同政黨嘅朋友咧就會有唔同政黨嘅朋友應該有唔同嘅理解嘅。咁我又唔係政黨中人啦，我只係一個普通商人啦。咁我就覺得政府係好似有啲難言之隱嘅。我嘅理解，我估啦嚇，最大嘅原因係因為無線同亞視個反對意見好大，咁令到咧尤其是喺今年年頭嗰陣時候咧，亞視係曾經提出過司法覆核嘅。咁我諗自此之後咧。
一個正常嘅政府咧，都會因為曾經有人司法覆核之後咧，佢會處理嗰啲文件嗰陣時候咧，係會比較審慎一啲嘅。咁所以件事咧就咁而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我哋嘅蘇錦樑局長咧，前身係一個律師嚟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可以理解一個律師咧，通常都係，唔係我隔離都有個大律師喎。咁咧，我哋都個律師做嘢咧，都係比較審慎小心嘅。咁即係我用最諒解嘅體諒阿蘇局長咧，佢應該係用一個律師嘅態度去處理嗰啲運作咧。就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點解喺一路即係拖得咁慢咯。好，咁多謝黃先生先。咁我嚟緊都想問下余小姐，咁我哋其實即係講話個牌照拖咗好耐，咁我哋其實而家係冇即係實質嘅法例，我哋可以有效咁監察到政府呢啲嘅做法咧。因為其實立法會都動議過好多次，但係政府都係拖字訣咁樣。頭先阿黃先生咧就非常之客氣啊，佢咧就將嗰啲問題咧就好似我覺得你有少少似梁振英啊，將啲問題咧就賴晒落啲律師度。咁佢話嗱，蘇錦樑局長咧就律師嚟嘅，所以律師處理咧就要小心謹慎，所以咧可能解釋咧就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咁樣。係啊，你可以選特首啊，絕對。我最憎啲人咧就賴咗啲嘢落嗰啲律師度㗎啦。我講笑啫嚇，唔係話你。即係好興咁樣嘅喎，即係有啲問題嘅時候就賴，就話哎呀而家司法進入司法程序啦，唔適宜講嘢啦，咁樣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嘅。咁首先我要講一講，即係嗰個法律程序本身呢，就係如果你睇翻個條例呢，就好簡單嘅啫。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嚇，嗰個條例講明呢，即係如果你講緊免費本地嘅電視牌照呢，就係由行政會議去發嘅。咁佢先你就會去，而家咧就係講電訊局啦，即係今年4月成立咗一個通訊局，對唔住通訊局嚇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咁你其實咧就係即係之前就係呢個電訊局即係個 Ofgem 同埋廣管局嗰個化身，而家就合併咗變咗呢個通訊局。咁其實你就係申請去廣播，本來就去廣播，即係而家係電訊局啦。咁然後咧佢有一個建議就俾行會，咁啊行會咧就拍板嘅，應該就係咁嘅。咁如果我記得冇錯咧，嗰3個申請緊嘅人呢，就係喺09年尾同埋2010年3月之間呢3個申請嘅。好啦，咁即係佢先經過一個程序啦，先去以前前身個廣管局咁啦，然後咧就有啲建議，咁啊去行會咧就係應該係舊年嘅7月就去咗行會。咁你諗下，舊年嘅7月去咗行會，即係換句説話講，所有啲程序都做晒啦，啲文件咧就去晒行會啦，啱唔啱啊？即係如果你話由文件準備好晒之後，我唔理你4個月定係一年啦，係因為而家最近頭先你啱啱講咧就話呢個蘇錦樑局長咧就話4個月咧淨係適用於嗰啲咧喺酒店申請喺酒店房睇嗰啲電視牌照咧先係4個月嘅啫，佢其他嗰啲咧就唔係嘅咁樣。嗱，我當你唔係4個月啦，我當你係1年都好啦。由舊年7月到而家，大家數手指都知道幾耐啦，係咪先？咁你話呢個係咪律師嘅謹慎呢？咁啊絕對唔係啦，係咪？咁你都去咗個行會啦，舊年7月去咗個行會啦，而家係今年嘅12月尾啦，即係成年半啦。咁你話嗰個原因係咪賴律師呢？咁第二日仲我想講呢，就係話頭先黃生提到嗰個司法覆核，亞視呢就有個司法覆核，咁佢就輸咗啦。咁因為阿林文瀚法官呢就話呢個係言之尚早，太早啦，你都未批出嚟，你申請乜鬼嘢啦？因為司法覆核通常係要有個決定，你先申請個決定嘅。咁對人哋都未有決定，咁你申請乜鬼嘢呢？咁好得意喎呢樣嘢，我發現呢個個都話去司法覆核嘅喎。因為無線又話司法覆核喎，佢話我有個合理期望咧，你唔好咁快發牌照，即係你又話俾我聽，我又投資，我又點，而家咧你又話發牌照啦，所以我又要司法覆核，你違反咗我合理期望。咁我聽見阿黃生都好似話想司法覆核嘅喎，咁我唔知道係乜嘢啦，係咪話因為處理得太慢所以司法覆核啦？但係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咧，就啲人咧就最中意賴落嗰啲律師嗰度或者嗰啲法律嗰度，就有咩嘢咧就司法覆核，好似講到咧司法覆核咧就可以解決晒社會上一切嘅政治啊、政策啊、社會公義嘅問題。咁事實上咧就唔係嘅，司法覆核就唔係愛嚟解決呢啲問題嘅。政策歸政策，政府究竟佢想
講咩啫？你都話啦，一開始講咗呢個市場係應該開放噶嘛，有競爭噶嘛，係咪先？咁你人哋符合嗰啲準則，你咪問人咯。你符唔符合呢個準則？唔符合咪問你再交文件咯，係咪？咁你都做咗晒，你諗下由09年12月到而家啦，仲有咩？佢有冇話你有嘢未交啊？咁咪咯，係咪？咁呢個唔係律師嘅問題啊嘛，啱唔啱啊？所以咧就唔好樣樣嘢咧，即係喺度嘆慢板咧，唔得嘅咧就律師啊，進入司法程序乜咁。咁即係我諗，我知道有時間好緊湊，你仲有好多嘅講者，我就係講住呢度先，好唔好啊？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呢個唔係法律問題嚇。我要補充啊，即係要補充先。因為咧今日咧講你哋咧請唔到啲反派嘅人嚟講，即係反對意見嚟講啊，所以為咗所以我一定要係啊，所以我一定做反派嘅。如果唔係咧，就變咗今日個論壇就變咗即係一面倒咁啊！論壇一定有正反兩方噶嘛，所以我今日係代表反方嘅。所以我都係詐帝話佢㗎咋嚇。咁我哋都澄清下，我哋今日係有邀請過啲反派嘅，咁但係咧反派就有要事就拒絕咗我哋嘅邀請啦，咁就係咁樣嘅。咁我哋而家就再問一問陳志全先生啦。咁其實政府遲遲都又係講緊遲遲都冇發牌，咁但係其實一路DBC 咧喺 CY 一上台嘅時候咧，其實就極速咁就倒閉咗啦。咁但係 ATV 就反而一直就積弱，咁但係政府就力保。咁政府喺呢件事上面會唔會係有少少大細超咧？同埋之前有冇啲咁嘅先例係會出現過？大家好。咁啊，回應翻呢個問題咧，我想首先講個小故事先，就係有一次我同一個政府嘅極高層閒談啊，邊個就唔好講，因為互不引述嘅。咁我就問佢呢兩個傳媒嘅疑案，第一個就係 DBC 咧，佢第一句就答我，佢話政府冇角色。我成日話咧，政府咧其實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應該係扮做嘢，之後就話無能為力，幫唔到。第一句就話冇角色咧，反而呢個係最可疑，係嘛？第二個咧就係問，喂，究竟免費電視台呢3個牌搞成點？搞到點啊？真係 Audrey， 佢話怕掀起司法覆核喎，要睇定啲先喎。哇，咁啊弊啦，即係無線就叻啦，佢唔司法覆核，佢不斷話考慮司法覆核，咁政府就睇住話係驚住有司法覆核喎，咁所以咧就睇定啲先啦。咁真係隨時3年由3年到你司法覆核㗎啦，到時 Vicky。講翻你話政府點解即係遲遲未發呢3個免費電視牌照？其實喺舊年我哋選舉嘅時候咧，即係我仲未係議員啦，我哋都曾經攞呢個出嚟做議題，去即係同大家去討論一下。其實從方方面面，無論從觀眾嘅角度，或者同同學仔，即係未來你會投身電視業嘅角度啊，業界嘅角度，即係唔係話老細角度啦。其實香港多幾間免費電視台呢，係百利而無一害嘅。咁點解政府要遲遲未發呢？咁 Vicky 頭先就唔想講啊，佢唔想將呢件事政治化啊。咁我當然係專門負責將佢政治化㗎啦。啊，點解唔想多3間免費電視台？如果從政治角度考慮呢，就好簡單嘅啫。我諗你哋都會諗到嘅。即係而家啲收費電視頻道呢做嘅新聞節目呢，係比免費電視呢係更加詳盡，即係俗稱更加扯啊！你見到有線會訪問李旺陽，你見到 Now 日日追住阿梁振英揾嗰啲舊契啊，揾啲專人去睇下佢埲牆啊，睇下佢個窿究竟有幾深啊！如果多3間免費電視台，即係話 Now Cable 同埋香港電視網絡將來都會有免費電視牌，多咗咁多嘅空間，多咗咁多新聞節目。你估佢哋係會讚 CY 啊，定係鬧 CY 呢？所以多咗幾間電視台，一定對佢哋講呢係好頭痕。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呢，就係即係拖得就拖咯。但係而家呢，係拖無可拖。佢而家只係2招嘅啫。嗱，蘇錦樑嚟立法會答話呢，佢個招呢就叫做因為而家嗰個審批過程呢，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嘅審批階段，咁即係咩啊？咁即係保密，保密咧就無可奉告嘅。即係你再叫多佢上嚟，無論係立法會大會口頭質詢，定係我哋嗰個資訊科技廣播委員會咧，佢都係答翻呢句嘅。
但係頭先大家都講過啦，上咗行政會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幾耐呢？係舊年嘅年中7月就已經上咗去行會，所以王維基先生至會嗰次莫乃光議員做口頭質詢嘅時候，佢即係同記者講話：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呢，唔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啊，係會而不議啊！即係你個行政會個會喺度啦。咁點解你唔去審議、唔去討論？如果你有乜嘢問題，你就話翻俾人知，等人哋有個打算啦。王維基先生佢唔係話自己交完張 form 就去投個廠房翻嚟噶嘛，係當年嘅廣管局已經通過咗呢件事。我哋以為咧去到行政會議咧行禮如儀嘅啫嘛，真係即係抌個印就拎翻落嚟就可以開台噶啦嘛。咁所以要積極去做呢件事，梗係當然以表嗰個熱誠，以表嗰個決心，就當然係即係買廠房、買地、揾地起廠房啦。咁所以蘇錦樑去即係曾經講過一啲説話，即係你未有，即係唔係直接講啦，暗示即係你牌都未有，你自己搞咁多嘢，你自己即係自己承擔翻嗰個即係風險啦咁樣。所以我真係覺得你要真係考慮司法覆核嗰一期，究竟拖幾耐？因為王維基先生就好，佢就唔想政治化件事啦，所以佢都成日出嚟同大家講：喂，佢唔係要搞，唔係放好多資源搞新聞，佢係拍劇嘅啫。係嘛？即係等政府唔使咁驚。不過我而家就係懷疑政府唔係驚你，就驚其他嗰兩個。即係俾咗你，又要俾埋。即係如果俾你又冇所謂啊！即係俾埋其他嗰兩個，到時尤其是俾即係 N 字頭嗰個就頭痕啊驚。如果佢唔聽話嘅話，佢老豆都唔聽噶嘛，唔聽話噶嘛，咁唔會聽政府話噶嘛。但係翻件事嘅本身啦，我覺得政府係拖無可拖噶啦。喺呢件事上面，即係嗱，司馬昭之心，我哋講嗰啲，你話唔係啦，唔係政治考慮啊，係一個審批需時嘅階段。咁口頭質詢做過，立法會我哋亦都通過咗一個動議辯論，就係話要佢喺3月之前，喂俾個答覆啊。但係其實嗰個我係投咗反對票嘅，因為點解呢？我係支持毛孟靜嗰個，即係12月底要俾個答覆，因為嗰個呢寫得好鬼馬嘅，佢係話3月底就有個答覆，之後就盡快發牌。佢唔係話3月發牌嘅喎，佢話3月底有個答覆之後呢，佢仲可以搞啲唔知咩嘢，再拖你一段時間都仲得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係責無旁貸。而家嗰兩間電視台出嚟做大龍鳳，令到混淆視聽嘅啲人啊，係喎，咁你而家發得幾個牌，咁用乜嘢？佢冇生意做啊，佢會死咗啊咁樣。喂，第一，做生意就唔係包，就算係專營權都唔係包你唔死嘅，唔係包你賺錢嘅。第二就何況其實就嗰個專利稅喺98年已經冇咗㗎啦，啊，所以唔好講翻即係出嚟話唔好濫發牌啊，發咁多呢會令到而家已經艱苦經營啦，咁你發咁多出嚟就會令到更加去容易啲死啦咁樣。咁啊，所以喺我即係議員做到啲乜嘢呢？咁我喺資訊科技廣播委員會呢，我都有一個即係動議通過咗，就喺出年1月會再叫翻呢3間免費電視台，加埋嗰2個現存嘅無線亞視嗰2個台啊，連埋而家通訊局嘅負責人呢，都上嚟我哋個 panel 嗰度呢，係再150講。你又有咩困難？佢有咩困難？你有咩考慮？有咩憂慮？我明白有啲免費電視台原有嘅，佢都會諗緊，政府可能都冇同佢做輔導啊。即係佢15年就完約啦個專利權，咁到時之後又點呢？咁樣咁呢啲你可以公開問，叫政府公開去處理呢啲問題都得。咁但我唔知無線亞視啱啱上嚟啦，即係盛品如先生好忙嘅，即係佢生意唔好，所以可能成日要去傾生意啦。叫親佢都唔得閒嚟嘅喎。我哋上個禮拜想審佢嗰單即係咩喺政總門內嗰單叫咩話咩？關注香港未來嗰個 party 即係收咗破晒紀錄嘅投訴咧。咁佢又話因事忙咧係唔得閒上嚟。咁我話唔係喎，咁你成日喺出邊噏咁多嘢，而家俾你有個正常渠道噏，咁你又唔上嚟噏，咁我好難即係去明白呢個情況嘅喎。咁希望即係我哋喺議會裏邊啦，就即係盡量用我哋可以用嘅空間去令到呢件事可以去發生，同埋即係唔可以不明不白咁你喺
係咪悶到佢唔搞啦？即係悶咗咁耐啫，去搞第二啲嘢啦咁樣。同埋再一路落去個投資環境，所有嘢會改變呢，對而家已經入咗即係呢3間免費電視台係非常之唔公道嘅。咁所以我諗民間呢就冇乜爭議㗎啦，係睇緊呢2間電視台同呢個我哋個特區政府，到底佢哋有冇夾埋呢？定係輪流即係出嚟去製造一啲唔同嘅意見呢，令佢可以繼續拖延呢個發牌呢？咁所以我覺得你黃生都要心中有把尺喎，即係究竟你下一步會係點樣啊？係咪好似黃日華話全台藝員去政總門口瞓？好多謝，一陣間有時間大家可以再問問題啊！我諗大家都應該好想知道，咁黃生會唔會回應？係咪真係會今次嚟到香港電視嘅藝員政總門會去政總？去政總？掠地啊！因為跳騎馬舞啊！我曾經我哋都公開講過嘅。我一路都想做一個普通嘅正當商人。如果今個月底就等於已經係等咗3年，咁我就話你唔好逼我啦。即係我當年喺中大咧都好勁㗎，都搞過好多學生活動㗎。唔好要我重操故業。我好勁㗎！我當年又瞓校長車底啊，又打爛校長屋企嘅窗門啊，係啊！我哋嗰時100幾人衝上去馬林校長屋企㗎。嗰時中大4不改3嗰個火紅年代，我哋從中大校徽掛黑紗，即係都好似未講過，呢啲唔應該講喺度講啊！即係咁，但係我諗我唔係教嗰啲學生啊，即係嚇我哋但係我諗即係有個限度咯，即係我諗做嘢有個限度咯。咁我哋會唔會咁做？我諗我哋會用晒所有有效嘅方法去反映民意，因為其實民意都幾一面倒啊。做少少宣傳先得唔得？有幾多人睇過我哋啲 trailer 㗎 YouTube 上面？都好多。即係我哋累積到而家大約有接近50萬人次啦。當然有啲 duplicate 啦，最勁嗰條應該啱過20萬啦，都好開心嘅。即係有都有幾多人 like 啦。咁即係呢個我諗我哋都好想將呢個民意即係反映翻俾政府知道。咁用咩方法反映民意？我諗我哋民鬥先啦，民鬥唔得先至武鬥啦。多謝黃生。咁我哋都想問一問方玉君女士啊。咁之前呢，其實曾經有一個時間係3個電視台係有出現過，咁就係佳藝啦。咁但係佳藝最終係倒閉收場啦。咁嘅原因就係因為政府有一個條件嘅，就係佳藝一定要黃金時間係播有教育意義嘅節目。咁其實你覺得如果新牌照出現啦，政府會唔會有呢啲規限呢？咁如果有呢啲規限再出現嘅時候，會點樣影響個電視業嗰個改革呢？係咁咧，首先就有少少更正啦。咁因為咧，我嚴格嚟講都唔係好算獨立傳媒人啦。咁我係代表獨立媒體香港嘅倡議幹事。咁我諗，因為我哋嘅機構咧都跟進開言論自由或者網絡自由相關嘅議題，咁所以都可能係大會邀請我嚟講嘅原因啦。咁咧，關於主持問佳藝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咧。我都想講翻，我應該係未出世嘅，咪大家睇我個樣。咁我係冇睇過佳藝嘅電視啦。咁我只可以揾翻少少資料搜集。咁其實我諗冇一個原因呢，單一原因可以解釋一個電視台係咪執笠。所以我哋唔可以話，咦，當年有3個電視台，所以有一個咪執笠咯。咁係咪因為咁樣就推論到所以而家香港嘅電視台唔可以容納多過3間或者再多嘅電視台呢？我諗即係先生教書都唔會咁樣去推論一件事啦。同埋我哋可以再諗翻，咦，當年1970幾年嘅時候，香港嘅人口有幾多呢？咁睇一睇資料，其實香港大概400零萬嘅啫。咁今年香港嘅人口有幾多呢？已經超過700萬。咁當香港人口差唔多即係多咗1倍嘅時候，我哋嘅電視台又點樣呢？好啦，咁所以喺呢個佳藝點樣執笠呢？其實我諗都冇乜可以多講嘅餘地啦。咁而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發牌嘅限制喎。咁其實翻查資料咧，原來當年佳視咧為咗想自己容易攞到牌咧，佢會同政府講多啲條件嘅喎。
譬如佢話啊，不如我播多啲教育電視啦，而且唔賣廣告喎，喺黃金時段9點半到11點半。你諗下，你點可以想像睇教育電視，然之後唔賣廣告，你可以生存到？咁另外佢又會可能話啊，我淨係做中文台，咁呢啲可能係佢製作方面嘅方針啦。一個電視台得一條頻道嘅話，點樣可以攤分譬如可能廠房啊、製作嘅成本，令到佢經營不善執笠？另外又有啲原因話啊，因為老細過咗澳門即係坊間傳聞啦，老細過咗澳門，然之後賭錢冇晒錢啊咁樣，所以冇錢搞電視啦。仲有啲再你話政治陰謀論啊，佢哋係第一個電視台呢，當年有一個叫金禧事件啊。咁佢哋第一個電視台播一啲時事節目，去講呢一間學校執笠之後嘅社會引發嘅議題。咦，咁關唔關事嘅呢？其實真係冇一個單一嘅原因。咁所以帶到今日嘅時候，咦，我哋去講政府會唔會多啲牌照去影響新嘅申請者呢？其實我哋答唔到嘅喎，因為政府去講乜都得㗎嘛。咁頭先呢，黃先生佢都有講過話，佢已經輪到廣播牌照好熟啦。咁其實我哋都因為跟進呢個議題都輪到啦。咁我哋啱啱已經即係呢個係廣播牌照嘅 Q&A 單張，我哋就俾咗學生會去幫我哋排嘅。咁嗰度10問10答非常簡單，你睇完都大概明講乜，就有好多譬如頭先黃生講嗰啲4個月就要交到功課啊。咁另外其實咧冇講到嘅喎，就係呢個網站或者法例，佢有寫到通訊局嘅批准年期係4個月。咁政府即係我哋講緊嘅政府係講緊特首同埋行政會議啦。佢哋要幾耐交到功課呢？原來冇寫過嘅喎，係冇寫到。所以咦，佢中意幾時交，咁咪幾時交咯。我哋冇嘢可以規管到佢哋。咁我哋就問啦，咦，佢哋有一個最後最大嘅權力，但係我哋唔知道佢用咩準則嚟去規管。咁又講翻，咦，通訊局頭先黃生有講到有9個原因去規管啦，可能投資額啊咁樣。咁但係睇翻特首同行政會議真係冇寫喎，咩都冇，你冇得參考。不如我哋即係簡單讀一讀啦。譬如嗰個準則係咩？財政穩健度啦、投資額、管理技術同埋專門知識節目嘅種類啊、質素啊、技術可行性啊，你開展到服務嘅速度啦，對市民施工嘅時候做到最少嘅不便，可唔可以為本地嘅廣播業啊、觀眾消費者帶嚟整體經濟嘅利益？嗱，我哋就咁照睇呢個標準由照順序落嘅時候，我哋會話：咦，原來為本地廣播業觀眾消費者帶嚟經濟利益咧，其實排到第7嘅喎。開頭數嗰啲係咩嚟㗎？數錢，你有幾大嘅投資額？你有冇專門嘅知識？你有節目質素啊、可行性啊呢啲嘢？咁我相信黃生呢，佢搞咁耐申請應該冇問題啦，全部都剔晒㗎啦。咁然之後，咦？反而我想問，搞一個電視台俾邊個睇㗎？係咪俾經營者自己睇㗎？應該係觀眾㗎喎，成個社會睇㗎喎。反而去到，咦，為本地廣播業同埋觀眾消費者嘅利益呢，去擺到第7咁樣。咦，係咪有啲調翻轉呢？點解係咁嘅呢？所以可能就係咁樣，政府用呢啲原因去批嘅時候，我哋變咗去觀眾好似好被動，我哋冇得揀，亦都冇得 say， 我哋唔可以話我哋搜集到幾多百萬人嘅投訴或者簽名之後，可以令到一個電視台佢嘅命運改變。譬如政府一定要去發牌呢，係要。即係包括埋觀眾，即係雖然佢有調查啦，但係政府調查完就算啦咁樣。咁好啦，於是我哋就會問，即係主持又會問，咦佢個問題會話多咗電視台對本地嘅傳媒業有咩幫助啦？咁我諗我咧就拉闊啲個問題，唔單止係傳媒業，因為即係譬如我知道呢間學院傳理係新聞系都係好出名啦。咁廣播業界有一定好簡單啦，就係多咗老闆，咁你哋梗係多咗工作機會同埋選擇啦。邊個老闆係刻薄，你哋梗係可以唔使做佢啦，即刻就跳槽啦，係咪？咁另外仲係想講嘅就係嗰個社會嘅利益。我想講翻呢，雖然頭先真係好鼓舞啊 ，Internet 講到黃生佢講到自己嗰個 trade 有50萬嘅觀眾。即係 hit rate 咁樣咯，咁但係電視點解仍然或者電台咁重要？係佢哋一個係仍然到而家係一個最平同埋最低技術門檻嘅一個傳播媒介嚟嘅。我講嘅平係可能你好平冇錢買電腦，你可能電視係好平，二手嗰啲好平，你插條天線基本上插咗電掣你就可以睇到。我想講而家即係譬如人口老化、長者問題，佢哋冇幾多個係識得上網嘅，咁我哋係咪要限制佢哋嘅選擇呢？而且電視呢係
你唔可以，因為我哋冇計啊！我哋俾 TVB 同埋 ATV 搞到啲電視質素咁差。其實你睇翻，可能電視佢係嗰個傳播知識嘅媒介，亦都係令到我哋知道社會發生緊咩事，亦都令到一啲可能冇錢去旅行嘅人呢，可以透過電視知道好多外國嘅資訊，或者佢不便行出街嘅人呢，可能佢身體上面有啲不適啊、唔舒服嘅人，佢哋都可以喺電視入邊知道好多外邊社會發生嘅事。即係我想講翻嗰個電視或者一個傳播媒介對一個社會嘅影響係有，即係佢嘅意義係好大。大過於唔係一單普通嘅生意咯。咁所以我哋去到觀眾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啲咩呢？我諗我哋都可以諗嘅。我哋唔應該淨係將個波俾政府，亦都唔應該淨係單靠可能黃生。你因為黃生之前我都睇過，佢都講過好多次。如果我今次失敗咗，革命失敗咗，將來仲有幾多個投資者肯即係抌幾十億出嚟搞電視呢？咁樣仲有冇人肯跟呢？因為之前即係佢問過呢個問題。我哋觀眾，我哋講啲乜嘢？我哋做啲乜嘢呢？咁所以呢，我哋知道呢，所以我覺得呢，我哋係香港嘅法例喺廣播條例其實係應該要改革嘅。咁點解？即係時間關係唔講啦。咁最後就想講翻呢，其實喺聯合國啦，佢其實喺教科文組織同埋一個歐洲委員會呢，佢有一個廣播規管指引發表過嘅。佢講過呢，其實每一個地方嘅政府，佢應該設立一個獨立嘅機構去發牌，而且呢係應該透明嘅，公眾可以監管到嘅。咁我哋可以見到香港暫時仲係未走到呢個階段啦。咁我諗好需要市民同埋公眾嘅發聲，令到成個改革可以進行，令到呢所有有心嘅人佢哋可以參與入電視或者廣播行業，都令到電台唔會隨便即係股東話唔玩就可以執笠咁樣咯。係啦，我講住咁多先。唔該晒方小姐。咁頭先都講到話，其實需要市民同埋需要大眾去發聲啦。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市民同埋大眾呢排都好關注呢件事。咁除咗因為黃生又出過嚟，即係亦都好嚴正其詞咁樣去話個政府，即係冇理由等咁耐啦。亦都係譬如城市電訊嘅職員之前喺政府施政報告嘅時候，亦都係有份踩場咁樣啦。咁其實會唔會都覺得而家變相係立法會嗰個影響力係細咗，但係反而係啲人一出到嚟，有一班群眾出到嚟一發聲，譬如人民力量一班人咁樣出到嚟嚟到抗爭啊，嚟到講事，其實好多時都係嗰個注意力反而係仲吸引，會令到政府係仲驚，令到中央仲驚。會唔會係反而市民嘅發聲係嗰個力量係大過立法會嘅權力咧？而家嗱，我哋就從來都係覺得係議會內外抗爭非常之重要啦。即係啲議員點投票，有時都係睇外邊包圍咗幾多嘅群眾，外邊嘅民意係點樣。咁所以今次嘅民意咁清晰，至令到呢，就算所謂喺議會裏邊有保皇黨，都唔敢將毛孟靜嗰個動議翻轉，即係調翻轉，唔好發咁樣呢，係冇人敢去咁做。最多都係即係建制派都係改多佢3個月，跟住啲字眼寫得模糊啲咁樣。咁呢個係群眾嘅力量嚟嘅，我覺得議員所喺議會裏邊能夠鋪陳嘅道理，其實大家都識講㗎啦，嗰啲道理，因為講咗咁多年對大家百利而無一害咁樣，咁係淨係無線同亞視嗰兩個自己喺度，即係話因為賺少咗或者一間以為會執笠咁樣咁同埋議會都係有啲嘢可以做嘅，起碼譬如我可以召開特別會議，即係叫埋無線亞視嚟啦，甚至乎我哋要求嗰份顧問報告呢，可唔可以公開呢？而家係俾傳媒踢爆咗話，原來多咗呢幾個免費電視牌呢，亞視就會執笠㗎啦咁樣。咁係咪因為咁樣有啲人話政府係咪偏幫亞視啊？因為呢個變相中央台咁所以呢就唔可以俾佢執笠，所以就要阻延呢啲免費電視台嘅牌照發出嚟啦。不過我想講就係電視發牌呢一個社會議題呢，你又好難要數十萬人上街嘅，因為呢個唔係即係一個會直接即時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錢或者係即係個政治權利被剝削咁雖然係咁講啦，但係我哋都會將整個議題去提升啦，去到如果你可以扼殺一啲電台好電視台，即係萬事俱備嘅電視台出世嘅，咁你政府背後嗰個原始動機係乜嘢呢？咁如果市民係明白到呢個
係一個關鍵嘅時刻，咁佢哋先至會行出嚟咯。首先我想補充一樣嘢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如果個時間拖得太耐呢，係本身已經係一個非常之不公義嘅事。咁即係正如阿黃生話，我3年前已經準備好做呢樣嘢，我又投資廠房，又請人，隨時你發個牌俾我，我有準備。呢啲錢呢，呢啲投資呢，係唔容易嘅。咁如果你遲遲都吊起個牌唔做，一陣間仲話就算發個牌俾你，可能都有司法覆核嘅話呢，呢啲咁樣嘅延誤呢，係會對任何嘅投資者呢都會卻步嘅。呢個係有違反公眾利益嘅。咁所以有好多公眾嘅決定呢，事實上呢係有啲時限嘅。例如好簡單，如果你起樓，你擺個圖則入去屋宇署，佢係有個時限，一定要覆你嘅。如果佢喺60日內唔覆你呢，你嘅圖則等於批准咗咁。咁但係當然咧，我哋可以明白，譬如你話大事到個免費電視牌咁，你話有個時限嘅，一定你4個月內要決定，我入晒啲文件就你4個月內一定要拍板㗎啦。如果唔拍板咧，就等於批准㗎啦。咁可能係難啲嘅，同埋你點樣界定？即係咩先叫俾晒啲文件你呢？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明白呢個難以有一個時限去限制。咁係咪等於冇時限、冇合理嘅時限呢？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有一啲公眾嘅期望啦，有啲政府任何做政府都應該有啲 performance plan 啦，係嘛，服務承諾啦，咁呢啲係好緊要。但係政府呢，你而家睇翻，譬如我真係呼籲大家睇翻呢，蘇錦樑局長呢，係嗰次嗰個動議辯論嘅時候嗰個演詞嘅講稿啊，咁大家睇翻呢，佢冚唪唥都係既定程序，即係咩嘢都係既定程序。呢4個字呢，就政府所有嘅政策呢都係既定程序。佢就話俾你聽，我冇延誤，我根據既定程序係做緊嘅咁。但係既定程序點解要咁耐呢？政府係咪有個責任要解釋俾我哋聽呢？佢而家喺邊度呢個問題？即係而家講嚟講去呢，都係話驚咗可能係 ATV 會冧檔。嗱，呢個唔係政府嘅責任。政府係冇責任嘅就呢樣嘢，因為政府好開始一早嗱，頭先黃生都講98年嘅時候已經講咗呢個免費電視係開放嘅市場，鼓勵競爭嘅。佢俾發牌俾電視台發12年，唔係等於呢12年內呢就唔準有另外一間新嘅電視台嘅，所以係冇一個所謂叫合理期望，亦都冇任何嘅承諾，即係各自呢係要去競爭。咁你諗下做生意即係專營權啊，正如你講阿萬必嚇，專營權都冇話保障你實賺錢啦，即係何況呢啲唔係專營權嘅嘢呢？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驚住一個電視台冧檔呢，呢個絕對唔係一個係考慮嘅因素，亦都即係你9個準則裏邊都冇呢個準則㗎啦，係咪？即係你第一個最大嘅準則幾時係公眾利益？咁頭先阿方小姐讀咗個9個準則，佢話點解公眾利益啊？即係擺喺最尾啊第7啊或者咩咁嗱？即係我自己睇咧就覺得呢個唔係大問題，即係你擺邊個第1、第2、第3，因為你嗰9個準則又好，你幾多個準則又好，你要考慮晒嘅。咁所以唔係話等於佢排第7咧，就係即係重要性咧就排第7咁解。即係你個政府做咩嘢，佢嗰個出發點一定係要從嗰個公眾嘅利益出發。咁而呢個嘅免費電視牌嗰個公眾利益咧係好清晰，最清晰不過嘅。所以作為市民呢，我哋係有責任呢，亦都有權利呢去追政府嘅做呢樣嘢。我順便仲要喺呢度呢，即係澄清一樣嘢呢，因為頭先我都開始講嘅時候呢，就係話好多人呢都成日樣嘢呢都話司法覆核啦，咁政府答你啊，萬必嗰個好高級嘅政府官員答你嘅時候就話：哎呀，我擔心司法覆核，所以要小心行事。我想即係趁呢度同大家解釋呢，就係即係對司法覆核呢樣嘢呢，唔好有啲迷思。因為我成日都覺得香港人呢，成日覺得呢個呢係一個哇，即係好大嘅一嚿嘢，咩嘢都係司法覆核咁啊！大家都縮晒啦，就個個都唔敢喐。究竟司法覆核係咩東東嚟嘅啫？即係咪即係咁巴閉？乜嘢嘢我哋個個都要企定定等司法覆核完咗先做得？呢個社會咩嘢都等司法覆核呢？即係唔係嘅？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呢，嗱，司法覆核有好多好多規矩，我唔好講嗰啲規矩啦。即係咩人可以提出司法覆核啊？咩決定可以司法覆核？我唔好講，我淨係講呢，就係話司法覆核呢個法官呢，佢唔係等於個局長，佢唔係等於行政會議，佢其實係真係個法官，真正係個法官。佢睇乜嘢？佢睇個法律嘅問題。
佢睇咩法律問題？好簡單，3個。第一，你有冇越權？你呢個決定有冇超越你本身嘅法定嘅權利？譬如免費電視牌應該係行政局行政會議去發嘅。哦，你點知搞咗個廣管局或者通訊局去發？咁你梗係越權啦！呢個梗係唔啱啦，啱唔啱啊？咁你好簡單，係咪越權？嚇？第二，你程序有冇做足？嚇？咁如果你話，唉，應該譬如聽下一啲受影響嘅持份者嘅意見，例如亞視或者無線咁你又冇聽人哋意見，咁你梗係唔好啦，係咪？即係你要做足一啲程序。咁雖然嗰個啲法例可能冇講清楚所有啲程序，但係都有啲合理期望佢要聽呢啲咁嘅意見，譬如佢開公聽會啊，做足諮詢啊咁佢做漏咗，咁梗係衰啦。咁但係喂，老實講，由2010年3月收咗3個申請開始，到而家2012年12月仲未做足嗰啲程序，係咪？咁就政府好有問題啦，係咪？咁冇理由係程序不公義啦，係咪？呢個第二個理由又可以抌咗佢啦。第三個即係法庭要考慮，個法官要考慮呢，就係話你嗰個決定係咪唔合理？所謂唔合理嘅意思呢，唔係個法官呢係好似個局長或者好似個特首咁樣喺度諗下話我覺得呢件事合唔合理呢？如果令到呢個亞視執笠唔合理啊？唔係，因為呢個所謂極之不合理呢，係從一個真係好極端嘅情況下，例如如果你個法例係講話哇所有到21歲先準結婚咁，喂，你個法例點解咁，或者你決定點解咁樣嘅咧嚇？或者你嗰個決定係違反咗一啲譬如應該種族平等或者性傾向平等或者咩嘅嘢，咁你咪好極之不公平咯，係咪？但係如果係一個合理嘅範圍裏邊嘅嘢，個法官唔可以話哇！如果我係局長呢，我就唔俾你㗎啦，或者如果我係特首我就唔俾你。唔係，因為呢個唔係法官嘅決定，呢個唔係法律嘅問題。所以除非佢真係去到個極之唔符合公義嘅理由呢，如果唔係呢，法官就唔會介入，應該係一個政策嘅決定。所以呢，唔好樣樣嘢都賴咗司法覆核，唔好話哇呢啲嘢我哋要等法官去判啊！喂，法官唔係治港。法官唔係管治嘅問題，法官係處理法律嘅問題，所以我希望趁呢個機會同大家解釋呢，就一聽見啲人講司法覆核呢，就好似社會上樣樣嘢都要停頓，等佢打官司啦，唔係嘅嚇，即係法官嗰個權力範圍呢，係頭先我講嗰啲部分嘅啫。所以其他嗰啲，如果你話擔心唔知亞視會唔會點啊，或者有啲咩政治反響，或者有啲咩人可能會成日要鬧政府啊，呢啲都唔係法官要考慮嘅問題嚇。咁至於答話，即係有啲咩嘢香港市民可以喺度做啦，我成日都覺得即係真係我哋當然要需要議會啦，係咪？議會要有好多程序，議會都有一定嘅權力，雖然係好多時候係否決權，但係你都可以擺啲議程上嚟啊，召啲人上嚟啊。但係即係當然即係嗰邊唔嚟啦，但係呢邊嚟啊嘛，係嘛？至少都有啲嘢可以推動。但係真係我哋作為香港人呢，係真係有責任嘅。呢個咁嘅邵善波中策組話唔係10萬人上街，政府都唔理，北京都唔理，咁即係你咪整到我哋個香港社會好似越嚟越亂、越嚟越煩咁咯。因為你好好地合理同政府講，依程序同政府講，佢唔睬你，佢唔騷你，得個拖字，搞到呢我哋嘅公眾利益都受損。咁我哋作為市民係咪可以坐喺度當話哎呀真係太煩啦、太激啦、太亂啦，然後喺度等嗰件事發生呢？定係我哋覺得作為香港一份子、一國兩制之下，特別係即係傳媒啊、新聞系嘅朋友，係咪應該去爭取，去等政府收到我哋呢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嚇？政府係有責任去符合公眾利益，唔可以呢件事一拖再拖。咁我會期望嚇黃生啊各政黨啊，咁當然都包括公民黨、敝黨啦嚇，就係即係有一啲活動。咁所以我亦都好多謝今日珠海即係搞呢個論壇，等我哋有機會即係多啲討論呢個問題。我希望社會真係煲到一個佛點，等到個政府咧唔做嘢都唔得。即係
我即係話要靠大家，希望咧即係我哋有多啲嘅活動，好似今日嗰啲咁樣樣，或者希望亦都大家咧能夠參與各類嘅活動咧，等到即係政府收到我哋嘅信息。多謝。我有少少補充翻，因為可能大家唔知道嘅，咁咧就係喺09年咧，黃生喺即係10月31號申請嘅時候咧，其實我翻查翻資料咧 ，TVB 嘅新聞係有報道嘅，而且 TVB 嘅回應係我哋歡迎任何競爭。嗱，呢個係 TVB 當年講過嘅嘢喺新聞度出現過嘅。咁而亞視咧，佢哋問埋亞視就冇乜回應咁樣。咁我想俾大家睇到，咦？點解一個電視台開頭嘅時候好似唔頂，即係冇乜所謂啦？去到今時今日，係咪黃生可能即係做咗啲乜嘢，令到佢覺得突然之間哇氣勢即係來勢洶洶啦，好大壓力，所以轉態咧，突然之間就咁樣。係啦，係啦，呢個係課大家嘅即係參考。另外一個咧就係。係啦，另外一個就係咧，我想講我哋喺立法局，即係立法會佢哋選舉嘅時候，我哋都有去發問卷問各大參選人，佢哋對於免費電視牌照呢個嘅表態點樣嘅？咁其實咧，即係大部分啦，唔計嗰啲即係建制派唔答我哋咧，大部分咧佢哋都係支持呢一樣嘢嘅。但係咧，其實喺呢幾個月咧，係冇乜公眾知道發緊牌啊。或者有電視，我諗大家都可以問下自己，究竟幾時知道有3間免費電視台係即係申請進行中咁樣咯？咁係黃生可能真係都要多謝亞視，因為佢哋嗰個關注未來事件呢，係令到呢件事喺社會呢係曝光，而呢個公眾嘅壓力呢，我相信對政府造成一定嘅壓力咯。所以我哋唔應該睇小自己嘅聲音咯。冇補充啊，不過佛家講呢個係逆上緣啊嘛，有啲人諗住害你嘅，就原來就係幫緊你；有啲係幫緊你嗰啲，其實就害你啊嘛。講法佢哋個個都唔敢嚟支持你啊！你跳江南舞嘅時候，佢哋唔出現。咁我哋都再想問下黃生啦。咁其實頭先啊方小姐都講到話，間日嗰個時間就得400萬觀眾，而家我哋一跳就已經有700萬人。但係其實同時間我哋其實收睇電視嘅人數係少咗。點解會調翻轉係要唔發展一個網絡嘅業務，會調翻轉嚟發展一個電視嘅業務？咁壯志。首先咧，我當然同你哋年紀爭好遠啦，係咪？咁起碼爭30年啦已經咁。我50幾嘅，你哋20幾咁。但係我仍然即係我喺我嘅理解裏面，大家都係有睇電視節目嘅，只不過用咗個 device 係可能用個 notebook 或者用個 iPad。因為屋企嘅電視可能俾爹哋媽咪霸佔咗，咁解嘅啫。咁我諗大家仍然係會睇好多韓劇啊、日劇啊，大家唔係唔睇，即係有我曾經同過一啲叫做政界嘅資深嘅朋友傾，佢話：而家啲年輕人唔睇電視㗎啦，淨係玩 Facebook 㗎咋咁。係大家都有玩 Facebook， 但係我唔覺得大家一日用咗4個鐘頭玩 Facebook 咯。即係大家係應該用咗好多時間，仲係都係。合法或者不合法地 download 緊好多劇集去睇，咁只不過即係如果我仍然係對個行業本身有一個寄望，因為本身我覺得創意工業對香港係好重要嘅。我唔識搞新聞即係梁文明教咗我好耐做新聞，但我都係唔識做。咁但係工業對，因為香港已經係冇乜工業。我唔覺得香港只係要單靠地產或者金融業去發展，而創意工業係對好多年青人好多嚟講係好有機發展嘅機會嘅。咁而電視本身係喺整個創意工業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因為本身電視係一個少林寺嚟㗎啦。我可能大家唔知道，譬如拍電影咁樣呢，拍電影一個電影明星呢，佢唔會日日都拍電影嘅。即係就算甄子丹都唔會日日拍電影嘅 ，OK？ 即係尤其是新嗰啲咧，你基本上唔會日日揾人嚟拍電影嘅。但係拍電視劇，因為個量係好大，個量係大到點樣呢？就算我而家以我哋一個新嘅未攞到牌嘅電視台嚟講，我哋已經拍咗差唔多200個鐘。200個小時差唔多等於120套電影。
你知唔知舊年香港拍咗幾套電影啊？成個香港30部、31部左右啦。即係我哋拍嘅量已經係等於成個香港電影圈嘅4倍。我仲係未開台喎。我明年開台，我哋諗住係拍500小時嘅劇集，500小時大約等於300幾部嘅電影，10倍香港嘅電影產量。我講呢啲數字想話大家聽，就係因為其實好多台前好、幕後好、演員好，其實你係演藝係一個需要每日都去練習嘅。即係我頭先好似你哋有啲同學係學電子傳媒，可能你做 anchor 咁，你唔可以即係就係做功課嘅。你即係如果你要所謂要套啲講你要操咧，你真係要日日坐喺度操，你先至會淡定，你先至會即係成到型件事。咁電視劇嘅拍攝係會培養咗好多台前幕後。如果大家聽過以前周潤發都係企喺門口嗰度，即係攞住支嗰啲即係嗰啲古時嗰啲度攞住支篤嗰啲叉啊嗰啲，即係扮嗰啲門丁啊，即係開門口，即係扮咗佢成好多年之後先至有機會去演出狂潮啊呢一類咁嘅電視劇。所以我對本身我仍然覺得係即係呢樣嘢係需要做嘅。如果唔係咧，香港連最後一個工業都冇咗嘅。咁睇唔睇？我覺得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哋啲 trailer 咧，我仍然係即係 promote 就係話我哋嘗試，我有困難嘅，因為我揾嗰批人咧係絕大部分都係來自 TVB 嘅，呢個係我嘅困難嚟嘅。但係我用嘅比喻咧就係佢哋以前喺動物園裡面嘅非洲豹 cheetah 嚟到我嗰度咧，就好似去咗個 safari 一樣，就我可以俾佢自由咁樣去做。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做嘅嘢嘅 style 咧，有少少唔敢話好多同無線唔同。咁我哋會盡力係向即係世界級，即係譬如美劇啊或者日劇嗰個方向去做。而家我未滿，我強調我而家嘅嘢係未滿意嘅，但係我哋係盡量向嗰個方向去做。我哋覺得在座嘅青年朋友都係喜歡睇日劇啊、睇美劇啊咁樣嘅。只要我哋用翻嗰個模式，啲題材係百花齊放一啲，然後就用翻香港嘅演員去做呢，我覺得應該比美劇同埋韓劇更加吸引在座各位觀眾。我想補充幾句，因為我仲有個身份嘅，我都係做過電視、出過糧嘅。係啊，你哋未必有睇過。我當年喺係咪你會做㗎？我拍劇，我演技麻麻。ATV 啊！我喺 ATV 做過一個節目，你哋唔知好細個，叫做一級奸巴爹。當年嘅收視率呢，最高去過18點，係贏無線同時段嘅節目。即係話呢，其實我唔係想 sell 自己，我即係話喺無線嘅電視霸權之下呢，明顯係想 sell 俾我，叫我開啦。嗰個係一個外購包裝節目嚟嘅啫。喺無線電視霸權之下呢，總係有一啲機會係會有一個突破出嚟嘅。而家個病態係在於乜嘢呢？係無線嗰種因循苟且，係唔進步，係不思進取。即係無線係點樣度嘢嘅呢？你有一個好好嘅 proposal 提案俾佢，好有創意想去做，跟住個監製就會問你有冇 reference 呢？咩叫冇 reference 呢？即係叫你抄，你抄邊度㗎咁樣？即係佢要有人外國啊、台灣啊邊度有人做過，你攞埋餅帶有 reference 啦，老細。咁佢睇咗個 reference， 好啦，咁你就做啦，咁先做得喎。冇 reference 即係純粹創作呢，係佢唔敢去冒呢個險啊！即係今日我睇蘋果動新聞，即係有個監製係咪你啲人嚟㗎？個編劇係咪就話即係想拍個1號靈堂，咁啊個老細就唔俾佢拍，因為呢啲爛衫戲啊，即係呢啲戲就佢係要拍啲豪門望族啊、靚衫戲啊，係唔拍社會陰暗面啊，唔掂社工啊，唔掂記者啊嗰啲都唔敢掂，驚投訴啊！咁係一個。佢又唔死得嘅喎，佢一樣係90%收視喎。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一定要有，即係從業界角度啊，一定要有更多嘅新電視台出嚟先得嘅。即使嗱，呢個黃生未必中意聽，有啲人睇完黃生嘅 trailer 就話：切，咪又係 TVB 劇咁，即係咁。但係我哋唔係，咁有2個 TVB 多過1個 TVB 係咪啊？咁希望繼續努力啦，大家。主持問咦觀眾係咪下降咁樣？咁我諗咧係好明顯人數口上係上升緊啦，只不過大家唔睇。即係當年我都係有睇1級奸巴爹嘅，其實係啊，我係有睇嘅。我唔
係啦，咁咧我想講翻咧亞視，即係俾我嘅感覺係點樣咧？因為佢太弱啊，即係一直以嚟喺未有好多紅色資金入去嘅時候，佢弱到咧冇乜監管入邊，你中意做咩做咩，所以成日咧都有啲好奇怪嘅，突然之間爆咗出嚟嘅，咁係可能贏到嘅。例如即係可能還珠格格大家講得太多啦，或者百萬富翁都講得太多。咁我嗰陣時咧係佢喺夜晚嘅時段，大概10點半咧係做過一系列咧係科研，即係自然嘅節目㗎，係講，譬如有啲驚心動魄半小時嗰啲，專係咁影住飛機就嚟撞嗰啲咧，天災人禍係咁影咁樣嘅。咁另外有啲咧可能係大自然生物片，你覺得好悶，但係佢哋包裝到咧係顏聯武，即係一把好好聽嘅聲，然之後同你講哭泣的森林，一個森林點樣哭泣，即係你用普通平時去講嘢，你覺得？科學書啊，上堂上得好悶噶嘛，但係佢個方法去同你講阿樹懶媽媽點樣照顧緊個 BB 啊，佢點樣避免，即係佢用一個好擬人化去講咗成個森林嘅故事。喺嗰一個時段呢，亞視其實呢係吸引咗一班呢係唔睇師奶劇嘅人，去淨係睇嗰個時段，因為佢哋中意啲自然嘅嘢，可能科學嘅節目。咁我想講嘅就係而家亞視冇計啦，真係應該冇得救噶啦。咁但係無線嘅 TVB 淨係喺度播師奶劇，令到好多人係逼走咗唔想睇嘅。咁另外我仲想講翻，其實呢，譬如收費電視啦，係有好多節目揀緊嘅。我想講而家免費電視節目呢，其實得14個台揀，即係計晒模擬同埋數碼啦。收費電視3個收費電視台，其中包括無線嘅收費電視啦，加埋係有375條頻道。你哋有冇諗過其實原來自己可以，即係我當然講緊俾錢啦，係可以有機會睇到375個頻道嘅電視，入邊有咩？有印度台、菲律賓台、韓語啊、日劇，甚至係電影台，或者咧係甚至連咩半島電視台嘅新聞都有得睇。你有冇諗過其實你係有好多好多嘅選擇？但係咧係即係經濟考慮啦，咁所以點解免費電視係咁重要？仲有一個補充咧，我諗咧唔單止話而家淨係要發3個免費電視牌，即係對我或者對普通觀眾或者整體社會嘅利益咧係多多益善啊，少少無拘。其實咧法例寫埋㗎啦，即係又係網站揾到有冇限制 Q&A 有冇限制免費電視牌照嘅數目啊？咁好明確寫沒有，係2個字啊，沒有。咁所以你係唔明而家政府喺度做緊乜嘢，拖乜嘢嘅？咁我想再補充一啲人口嘅資料，就係其實香港我諗大家都見到嘅，譬如一啲少數族裔嘅人啦，已經佔香港6% 嘅人口。譬如菲律賓人啦，或者印尼嘅人口咧，佢哋其實咧係各有13萬嘅，仲未計其他可能再細啲嘅巴基斯坦裔啊。我就係想講緊點解要改革廣播條例，就係我哋冇一啲細啲嘅電視台或者細啲嘅門檻咧，去俾唔同嘅人口，即係唔同嘅頻道可以做到一啲佢哋嘅節目啊。點解呢一個群眾喺香港係已經唔可以有屬於佢哋嘅節目呢？或者更加多電視台嘅頻道對我哋有咩好處？就係我哋多一個渠道去認識多啲佢哋嘅嘢，可能透過佢哋嘅角度去了解佢哋啊。咁所以點解香港係咁需要，而點解係咁需要再改革個牌照？係講緊嗰個社區廣播嗰樣嘢。譬如咧台灣咧，我想講緊台灣啦，佢有一個台灣嘅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咁同香港又唔係好同啦，因為香港我哋未有一個公共廣播，即係類似一啲非牟利嘅電視集團。佢哋係講緊咩？佢哋係講緊可以有原住民族嘅電視台嘅喎。另外有一個電視台係客家電視台喎。大家有冇諗過福建電視台啊？即係有冇諗過用唔同嘅方言去做一啲電視台啊？咁我就係想講緊，其實香港嘅廣播業呢，我哋已經俾政府拖得太耐，拖得太慘，因為佢哋太懶啦，牌又唔肯發，門檻好高，令到好少好似黃生呢啲咁嘅勇者可以入場，而且機會即係千載難逢嘅時候呢，仲要諸多阻攔喎。咁我哋而家係去到一個真係好即係可能一個係改變嘅契機咯。咁所以我哋除咗話幫手爭取免費電視、黃生呢啲之外，我哋再要爭取多啲嘅就係我哋完全嘅改革，係改革令到香港嘅即係唔同嘅人口，我哋可以令到佢哋有佢哋嘅節目可以睇到。係啊，想補充翻。好，多謝晒咁多位。咁我哋呢一 part 討論嘅環節就圓滿結束啦。咁而家係有少少時間咧，俾台下嘅各位同學可以發問嘅。咁想問下有冇台下有冇同學會想？
你好，我係一年班嘅李展橋。之前就話可能會因為雖然可能香港電視就唔係咁可能唔會太注重喺新聞方面，就同翻傳統嘅收費電視可能有個競爭啦。但會唔會有諗過其實即係會唔會有咩政治影響？會唔會諗過劇集其實都係一個政治影響呢？就好似之前 TVB 可能播過一出天與地，我諗大家都有人都睇過，就引起咗好廣泛嘅迴響，又話有咩政治嘅意識啊等等等等。會唔會話香港電視都可能拍出嘅劇集，可能將來都滲有少少政治意味，令到可能政府係加以阻攔，甚至係唔發牌呢？多謝。我估你講香港電視係講我間公司啦，應該係咪？咁咧就我哋從來冇講過我哋逃避政治。OK，我哋只係話，因為我深信三個新嘅牌照都會一齊發出。咁而根據我對市場嘅了解咧，另外嗰兩間公司咧係比較着重喺新聞方面。我哋如果我哋第三個台我哋做埋新聞咧，就即係我覺得個唔係好見，即係對個社會嗰個效益，我覺得唔係好好。咁而事實上，香港係好需要多啲娛樂嘅選擇。所以我哋只係集中喺個形式上面，我哋都係會做多啲所謂劇集啊、其他娛樂嘅性嘅節目啊。宣傳一下就係我哋除咗有drama 嘅 trailer 之外，我哋都有去到爬火山啦。如果大家見我哋淨係爬落火山口裏面啦，咁我哋亦都去追龍捲風，即係我哋做咗唔同嘅我哋應該下個月應該係我哋香港第一隊嘅記者嘅朋友，我哋會入去阿富汗嘅戰區。咁呢啲都係收買人命嘅一啲嘅動作嚟。咁我諗我哋都係會做唔同嘅嘢。不過我諗我哋淨係唔會只係好似即係公民呢個人民力量咁樣叫阿 CY 落台啊。即係我哋唔會集中淨係做本地嘅。我哋希望做多少少國際視野，將大家咁你話呢啲係咪政治？呢都可能係政治嘅。我哋從來冇講過話我哋去逃避政治，只不過我哋覺得喺成個三個新嘅牌裏面，有兩個已經係比較最終嘅新聞啦。咁我哋係比較將個資源係放喺嗰個其他綜藝性啊或者劇集節目嗰度啫。咁當然啦，每一套劇集都一定有思想嘅。OK， 我哋唔會拍一啲冇思想嘅劇集嘅。OK， 我哋一路去爭取嘅就譬如我哋有一套係講新聞㗎啦。如果大家睇我哋有叫新聞導火線係講新聞，即係有啲有一句阿楊琪講㗎嘛，我喺新聞嗰度學嘅咧，第一樣嘢就學點樣即係做新聞。當我出到去做新聞嗰陣時候，我第一樣嘢學嘅咧就係學做傳媒嗰陣點樣做新聞。跟住我出到去嗰陣時咧，就第一樣學點樣賣紙啊嘛。咁我諗我哋都係想嘗試探討一啲我哋社會上比較關心嘅問題嘅，唔會係淨係拍一啲係你笑一句我笑一句啊，即係唔會淨係拍一啲咁，我哋會係咯，我哋即係集中喺有啲思想性嘅嘢上面。Even 你睇可能好多男同學可能比較中意睇一套《經二世紀》啦，即係好期待睇一套有甩頭啊，又咁。但係其實嗰套劇裏面，其實我哋每一個劇集都係有一啲有啲溫情啊，有一啲警世嘅 message 喺裏面嘅。仲有冇其他同學係想請教下？好，嗰邊 ，sorry， 麻煩嗰邊第四行側邊嘅女同學。我係 Year 3嘅。咁樣我想問呢，之前政府做咗一個研究報告啦，咁佢話呢如果政府呢發新牌嘅時候呢，佢話淨係得呢有線可以生存到嘅啫喎，最後咁你有咩回應呢？第一咧就係我即係因為我唔可以去 comment 嗰個報告，因為我又唔可以話冇睇過，我又唔可以 comment， 總之我唔可以 comment 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好記得我做電訊嗰陣時候咧，即係當我20年前做 IDD 嗰陣時候咧，連我屋企人咧都覺得我會執笠嘅。咁就12年前我去做鋪香港寬頻鋪光纖嗰陣時候咧，亦都冇人覺得咧當時一個即係我有一次嗰少少錢咧都可以鋪咗一個即係叫做而家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嘅光纖嘅網絡。我好相信我做緊嘅嘢係公義嘅。
我好相信我做公義嘅事的話呢，係會好多人幫手。正如我今日行出嚟嘅時候，好多人都誤會你有錢咪叫人走咯。我係話俾你聽，就算你有錢，我唔相信你要去見30個編劇，見20個導演。我係100% hit rate， 令到我30個喺無線嘅編劇，嗰20個喺無線嘅導演全數跳槽，係我覺得喺普通一個商界裏面係唔可能發生嘅。我好深信，我而家即係啱講51歲啦，即係我好深信，我都想同大家同學講嘅就係，尤其是在座好多都係讀即係傳媒啊、新聞系。我今日好似寫咗篇文章，聽日出嘅，因為我啱睇完1942嗰套戲，咁我覺得做人有啲腰骨咯，做人啲腰骨有啲公義咧，會好多人幫手。我今日成件事去到今日呢個地步，我仍然覺得係好多人幫緊手。咁我驚唔驚？我唔驚。如果顧問都會識做生意嘅，佢就唔好做顧問啦。即係我從來都冇見過啲顧問係講嘅嘢係即係咁。生意人有生意人，生意呢個字咧係生個生係生生不息。你點會估到我哋點諗嘢咧？即係如果你個顧問估到我哋點諗嘢嘅，你唔會淨係做顧問咯。OK， 咁事實上我諗我哋而家出嚟嘅效果係好好嘅。咁係仲有冇後邊紅？喂，係，我想問阿 Ricky 咧，就係嗰個覆蓋問題㗎。咁免費電視咧，而家佢哋用緊咧就係大氣電波做傳播啦。但係 Ricky 係會用翻香港寬頻嘅網絡，但係見到呢個覆蓋唔係好全面，好多村屋都係未有覆蓋。咁點解決嗰啲問題啊 ，Ricky？第一咁親切嘅我 Ricky 咧，真係好㗎啦！其實我前公司都冇人叫我黃生嘅，真係好啊！呢個同學係一個好仔細啊嚇，即係一個好仔細去，即係好欣賞珠海嘅同學可以咁仔細去問到一個問題，其中一個核心係我哋全香港大約而家係238萬戶住宅，香港寬頻應該而家啱啱掂到205萬，咁所以咧大約有33萬戶咧係會收唔到我哋嘅，咁絕大部分咧應該係啲村屋嚟嘅。咁我哋承諾咗俾政府咧喺6年之內咧，會將個網絡咧係會伸延到去所有村屋嘅。咁呢個係我哋喺入嗰個標書嗰陣時候我哋嘅承諾嚟嘅。麻煩後邊跟住隔離3位。喂，係黃生你好，我都係新傳系嘅1年級生。咁其實之前都有講，係有話係你係得罪咗紅色資產先離開亞視嘅。咁雖然你之前都回應過，係話應讚嘅事就讚，應彈嘅事就彈。但係你以後會唔會保證到你開咗台之後，你嘅政治立場係冇偏頗嘅呢？你又可唔可以擔保到係唔會因為政治因素而發生嘅寒蟬效應呢？既然你話要做一個好純粹嘅商人，咁你可唔可以保證你以後都係對事而唔對錢嘅呢？多謝。第一，我應該冇講過我離開亞視係因為紅色什麼得罪咗，我諗呢啲都係某啲不負責任嘅媒體咧嘅當時嘅一啲嘅揣測。我離開亞視係另外一啲好簡單嘅原因嘅啫。OK， 咁就係不過我都唔知點解，我就總之人哋話我辭咗職，咁我就辭咗職啦。咁我喺度同你保證任何嘢都冇乜用嘅喎，即係嗱，我可以同你保證嘅，如果你我同你保證，我話俾你聽，我冇任何政治野心 ，OK， 我只係希望香港嘅創意工業能夠得以發展，因為我覺得香港人好需要一啲驕傲，我好唔憤氣嘅係香港人而家行出去係已經冇咗我哋年青嘅時候嗰種驕傲。因為香港好似冇一邊樣嘢係掂嘅。對我嚟講最大嘅推動力，我點解要瞓晒我成副身家？點解我要瞓晒我所有而家剩翻嘅時間去做呢一樣嘢？我只係一個目的，我希望香港有一個為香港人引以為榮嘅工業，呢個係創意工業。
OK， 其他政治嘅嘢我先已經講過，我交俾啲處理。我想點解我想追問呢個問題呢？因為我覺得有兩次咧，有兩個位，頭先個位同埋之前有個位咧，你都避咗呢個問題。因為即係頭先，譬如我記得有個同學問你，咁你就話我冇講過我會逃避政治嚇，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個感覺就係點解你唔索性話我唔會逃避政治？你要咁講呢？我冇講我冇。第二，頭先個同學問你一個好清楚嘅問題，就係寒蟬效應嘅問題啊嘛。即係我明白你係生意創業咁，大家都接受呢個冇問題。但係佢哋個問題其實係想知道你會唔會因為怕得罪一啲即係政治嘅因素，而係盡量去避免政治啊，或者呢就去甚至呢有個寒蟬效應。咁即係我覺得係需要一個正面嘅答覆咯，就唔係一個逃避嘅答覆咯。只係因為我唔識俾一個，即係我唔識俾一個正面嘅答覆你。咁梁慧文走咗啊？梁慧文喺邊啊？慧文，阿慧文走咗去邊？我想捉阿慧文出嚟啫。因為咧點解咧？我想捉阿慧文咧。阿慧文係我以前嘅舊同事嚟嘅，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咁由03年開始，佢應該幫我做到08啦07，我唔記得幾多年。佢做咗。其實我哋去做香港寬頻嗰陣時，大家見到有個香港寬頻嘅新聞台嘅。OK， 阿梁慧文係我哋嘅開山祖師，即係由零開始去幫我 set up 晒，即係所以你哋好有幸嘅揾到佢嚟幫我哋即係指導你哋。佢由零開始幫我哋 set up 晒成個新聞台。我咁講，而家係李志堅幫我負責嘅。我咁講就係到呢刻鐘為止，我哋所做嘅新聞都係實事求是，有嗰樣又數嗰樣。曾經喺另一個論壇啲人問我會唔會批評 CY， 咁我就話等於老師去批評學生嘅成績好，我哋就讚好；唔好，我哋就話唔好。我唔係一個，我應該咁講啦嚇，要正面答。我係一個會堅持原則。OK， 我係一個堅持原則嘅人。OK， 咁我唔會話避開啲，即係其實熟我嘅人都知道，其實我唔係一個避開，即係避呢樣避嗰樣嘅人。我唔得嘅。OK， 如果要了解，即係因為我覺得我又可以講好多好聽，令到大家覺得好舒服嘅説話。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冇用嘅。如果你真係想了解呢個人，或者你覺得呢個人究竟會唔會出賣香港、出賣香港人？其實我寫咗500篇文章，你上網我睇到晒。OK， 咁我諗我係以香港為中心，我好愛呢個地方。我好希望呢度有一個好嘅發展，無論係政治嘅好，社會嘅好。咁我即係答應大家就係我唔會出賣香港。請問仲有冇其他同學有其他嘅問題？係後邊阿陳望祖老師。呢個問題我想問下黃生啊，我係珠海嘅僱員啊。其實咧，即係你做咗城市電訊咁耐咧，我都覺得好成功嘅。咁你作為一個商人，我諗你就好懂得計嗰個成本效益㗎。咁喺呢一次嗰個發新牌照呢個事項上，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你個人稍為偏紅少少咧，染紅少少咧，咁就已經可以順利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即係唔使拖咁耐。同埋我又覺得有少少懷疑，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咧？即係你而家燒銀紙燒咗咁多啦，你仲可以捱幾耐咧？多謝。正如頭先我講過，我諗做人最緊要有腰骨。我諗我而家有嘅少少嘅資產或者財富，我已經好足夠。我唔覺得我需要出賣我條腰骨。雖然而家有少少腰骨痛，頭先起身嗰陣時候，我唔覺得我需要出賣我腰骨去換取更加多嘅財富。呢個唔係我做電視嘅目的。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其實點解咁多年都冇人會叉着腳有去同無線競爭呢？因為其實做電視係一個最唔賺錢嘅行業。我估計我哋投資30億，嘅利潤唔會特別高。即係如果
做其他嘅投資，其他嘅方面可能賺嘅錢，可能個回報同埋個回報會更加高，風險更加低。所以我唔會出賣我自己嘅靈魂去換取一啲物質嘅東西。呢個我可以好正面話俾大家聽。可以捱幾耐？可以捱好耐，因為咧作為一個成功嘅生意人咧，我係好識計數嘅。咁簡單嘅計算就係如下嘅，即係如果你有30億咧，如果你買一啲穩健嘅債券嘅回報咧，而家大約有5至7厘嘅回報，咁你當6厘啦，6厘30億，即係每年有1億8千萬嘅利息嘅收入。咁1億8千萬嘅收入咧，係足夠我都做200個，起碼做200個鐘頭，甚至乎200個鐘頭嘅電視嘅節目嘅。喺我未開台嗰陣時候，咁當然開台之後我會有廣告收益啦。咁所以就算政府一路唔發牌咧，我都係一路會咁製作節目㗎啦。多謝晒陳王祖教授為我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啦！喺呢個環節，咁我哋而家呢個環節就係有請我哋嘅代表咧頒發錦旗同埋紀念品俾4位嘉賓嘅。咁我哋有請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幹事會會長何卓謙同學，之中錦旗同紀念品係有請方玉君女士。另外仲會有一份少少嘅紀念品嘅，係請何同學留步。另外再請出陳志全先生。亦都係會有一份少少嘅紀念品嘅。麻煩晒陳先生同何同學。咁而家我哋再請出珠海學院學生關注社會組楊俊彥同學，為我哋頒發錦旗同紀念品。有請黃維基先生。最後有請余若薇小姐。係另外頭先方玉君小姐提過我哋會有啲 leaflet 嘅，咁一陣就各位同學走嘅時候喺出邊就會有㗎啦。請余小姐留步，或者麻煩3位嘉賓，我哋都稍為喐步喺前面影一張大合照。麻煩就咁多位，咁麻煩同學仍然係留喺你嘅座位度先，咁我哋先讓嘉賓離開。